炒股唔使驚，餅個喺大廳。當你發現一隻股票連續上升之後，突然間連跌3日，你係快啲走佬啊，定係夠膽加倉呢？琴日有 fans 發咗一堆信息過嚟，好心急咁樣問我，佢話佢嘅手上面一隻股票上個禮拜大升咗之後呢，連跌3日。我一睇 K 線圖，笑住咁樣覆佢，唔使驚，呢個係主力請你上車嘅暗號，典型嘅上升三法形態，揸穩啊！結果第4日收出一條大陽線，擎天柱一樣，股價直接突破前高。其實呢種形態都係主力洗盤嘅套路之一。上升三法到底係點樣嘅呢？想像一下，一台開往主升浪嘅列車，中途入咗休息站。上升三法就係 K 線圖裏面休息再出發嘅信號，佢係由5條 K 線組成。第一條大陽線開路，代表多頭強勢控盤，股價抬頭向上。中間3條 K 線小陰小陽調整嘅 K 線，就好似主力停車休息一樣。呢3條 K 線嘅整體小幅回落，但係收盤價始終都堅守住第一條大陽線嘅地盤。通常唔跌破陽線柱體嘅1/2，最差唔會吞晒成條陽線。第5條 K 線大陽線再衝鋒，休息結束，一條強而有力嘅大陽線拔地而起，收盤價創出新高，宣告多頭重新掌握局勢，趨勢加速開啟行情。上升三法嘅核心本質係佢係上升趨勢中嘅強勢中繼形態。睇似回調嗰3條小 K 線啊，實質係上係主力洗浮籌嘅黃金坑，為後續更猛烈嘅上升蓄力。上升三法有真有假，識別正宗嘅上升三法有4大鐵律，唔係所有嘅一大陽加3小 K 線再加一大陽都叫上升三法。避免踩坑記住呢幾點：一、背景係關鍵，形態必須出現喺明顯嘅上升趨勢。下跌趨勢中出現嘅上升三法，大多數可能係有多。2、首尾定乾坤，第1條同埋第5條嘅 K 線必須係柱體較長嘅陽線，表明多頭力量強勁，而且持久力強。3、中場休息有規矩，中間3條 K 線必須係縮量回調，價格可以小跌，但係成交量一定要明顯咁樣萎縮，講明拋壓輕，主力冇真係走佬。4、防線唔可以破，中間幾條 K 線嘅回調唔能夠有效咁樣跌破第1條大陽線嘅開盤價，因為佢係最強嘅支撐，或者係柱體中間位置，中間位係重要防線，亦即係柱體嘅中間價格。如果破咗形態就失效，風險亦都會大增，就好似呢隻股票一樣。